2026年6月份生活聖言，我哋自由地去愛，像耶穌一樣。你們在路上應宣講說，天國臨近了。你們白白得來的，也要白白分施。仲記得俾耶穌揀選的12宗徒嗎？佢哋跟隨耶穌，親眼見到佢講道、醫治病人、幫助很多人。耶穌教導佢哋好多事，好讓他們能將這些事傳給更多嘅人。當耶穌認為佢哋準備好啦，就派佢哋去到各城鎮，把他的信息帶給所有嘅人，尤其係尋找嗰啲最需要認識佢教導的人。記得要效法耶穌去教導他人，傾聽他人，將佢真切的愛帶給嗰啲受苦嘅人，不求任何回報，因為你們白白得來的，也要白白分施。安娜嘅班嚟咗一位新同學，佢叫約翰，佢隻腳唔健全，行動困難。安娜心裏想，我能好好走路，真係太幸福啦。可是最初幾天，佢都係唔敢接近約翰。佢唔知道應該點樣幫助佢，呢個係佢第一次遇到嘅情況，有啲驚。但係最後佢諗起耶穌愛每一個人，甚至病人，佢便鼓起勇氣問老師，我可以坐喺約翰身邊嗎？老師回答講，真好，這樣你可以幫他了。安娜聽從了心中耶穌嘅聲音，慢慢地找到了幫助約翰嘅方法。現在在佢嘅幫助下，約翰也可以參加課外活動，大家都好開心。